咧就同大家介紹下水晶。咁水晶咧種類就繁多嘅，就短短咁講解翻啲功效啦、作用同埋咩人適合佩戴、佩戴禁忌啦、佩戴依款水晶嘅後續護理啦、簡單嘅淨化。咁今日同大家介紹翻嘅呢一款水晶咧叫螢石。螢石呈現嘅顏色都有幾多下嘅，例如紫色啊、淡紫啊、綠色、藍色、粉色同埋棕色，大多數咧都會係以綠色為主嘅。功效方面咧，咁就有助帶走自身嘅負面情緒啦。咁自身比較混亂嘅人都可以考慮下，或者都可以幫助到自己嘅。咁淨化個人磁場，穩定自己嘅情緒，同上述一樣啦。仲有可以加強自己嘅第六感、靈感、直覺，可以幫助加強思維嘅清晰度啦，降低緊張感。所以螢石咧都係特別適合做設計嘅朋友嘅，亦都適合本身咧比較容易迷惘啊、急躁衝動嘅人。唔同顏色嘅功效咧都有唔同嘅，就好似藍色咧就有效促進溝通咁樣啦，綠色平衡心靈身體，黃色螢石咧就增加信心同埋活力，紫色咧就可以提升靈性覺悟。同埋咧，不論係擺喺辦公室啊，同埋屋企工作場所咧，擺放螢石嘅話咧，可以防到小人嘅。當然佩戴都可以嘅，但最好就選擇擺放啦。同埋佩戴或者擺放螢石咧，最好就避免直接陽光照射啦，因為佢會有褪色嘅現象，同埋遠離化學物質之類嘅嘢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導致螢石內部咧出現裂痕，容易破損，亦都會失去光澤。咁後續嘅保養咧，想螢石越大越靚咧，就記得定期淨化。咁淨化都好簡單嘅啫，咁就要輕拿輕放咁樣放上水晶軸啦。因為螢石結構本身咧都係比較脆弱嘅。咁如果屋企真係冇水晶軸嘅朋友咧，都唔緊要嘅，可以用自來水咁簡單沖洗下啦，大概10至20秒都可以做到普通嘅淨化。咁今日咧介紹嘅螢石咧就係咁多啦。如果有邊個熟悉或者有補充嘅，都歡迎留言。